蘇振邦書整物理治療師。今次我會介紹點樣做腰骨屈曲嘅運動，或者係腰椎屈曲嘅運動。以前我都介紹過腰骨屈曲嘅運動，係企喺度嘅，咁咧亦都同時咧係幫你拉嗰個腿根肌嘅運動嚟嘅。企喺度做咧有個唔好處咧，就係如果你有腰骨痛嘅時候咧，係比較危險一啲嘅，你可能痛嘅時候會跌低。另外咧就係佢係由上至下彎嘅，所以咧就冇咁有效。今次咧我會示範瞓喺度做，咁咧你就係抱膝，而呢個好處咧就係第一安全，第二咧你彎嘅時候咧係由腰椎最後嗰節第5節向上彎嘅，咁係比較有效。如果你個腰骨有少少痛嘅時候咧，最好咧開始嘅時候咧就用單腳彎起，咁彎起嘅時候咧就拉5下，然後咧就轉去第二隻腳，再拉5下，然後咧重複5次。如果你個腰痛好返啲嘅咧，你可以做雙腿，咁咧就隻手擺喺個膝頭哥前邊咧，就彎起個腰骨。咁你又發覺咧咁樣做嘅時候咧，你會彎得多一啲嘅。如果你個腰好返同埋冇痛嘅時候咧，你就可以用雙腿，但係咧隻手咧就擺喺個膝頭哥後邊。咁咧你會發覺咧，你咁樣屈嘅時候咧，個腰骨咧會更加咧屈得高一啲。將手擺喺個膝頭哥後邊彎起嘅時候咧，冇錯係會係彎得高一啲。但係你可以睇到啦，我塊面係有少少紅嘅。如果你哋係覺得唔舒服或者有少少頭暈嘅時候咧，就唔好做啦。